大家好，我係阿昌。嗰單打穿樓環事件就大家都好關注咧，所以咧同埋中間都有好多疑問，大家可能好想發問，但係又揾唔到一啲合適嘅人解答你哋咧，所以星期二我哋就搞翻一場直播，內容就有關呢啲小型工程啊，同埋呢類型咁樣，因為香港都經常發生嘅就係樓上嗰個漏水就唔理啦，由佢不斷咁惡化。好似上年早幾年啦，或者早一兩年啦，黃埔花園嗰單骨科名醫又係咁樣滲水滲到樓去天花爛晒，都係唔理㗎啦。究竟呢啲事情應該點樣善後啦？又或者之後嘅法律嗰啲追討應該點樣處理咧？我哋聽晚個直播就會講下啦。同埋有啲人都會可能覺得，喂，阿昌你呢啲人，你哋唔好搞事啦！人哋樓上樓下傾掂數，咪做咗佢咪算咯。你依家炒到件事大晒，咁點收科咧？首先我哋就要保障翻唔係淨係保障樓上業主個利益嘅。樓上可能又話屋企有啲傷殘人士啊，支持處理啦。但係樓下先係最無辜嘅喎。佢原本間屋住得舒舒服服，你唔係你樓上漏水漏到咁樣嘅話，佢需要花咁多精神時間去處理呢啲咁嘅問題咩？係咪先？你話啦。所以我嘅身份咧就要保障，係要為嗰啲冇能力發聲嘅人發聲啦。因為大家。我睇下，我擺一條片你咪上出嚟啦。臨時嘅支撐，佢係咁樣攞件3分板轉5個窿仔綁鐵線落去，就叫做一個臨時嘅密封啦。係啦，我知道呢塊板落石屎梗係唔得，落石屎一定冧漫天啦，落石屎一定要落樓下正正經經起翻個架，跟住攬幾條嗰啲鐵嗰啲支架啦。但係你臨時嘅支撐做到咁樣嘅話，你叫樓下嗰個業主點樣俾信心你咧？同埋我都諗到啦，大家睇條片開頭到佢開頭佢都話 OK 嘅，係啦，我唔需要落樓下都得嘅，係啦，你落樓下俾我頂件板就做得靚仔少少嘅啫。我相信佢嘅靚仔少少咧，可能就好似依家咁樣噶啦，綁件3分板，跟住求其撈啲英泥沙又好啊，石屎又好，我唔知會撈咩落去啦，或者係撈啲維修砂漿落去，但係維修砂漿唔應該咁用咯。我唔知佢原計劃諗住撈啲咩落去啦，跟住撈完落去，你如果咁樣晾塊板，因為我哋樓板係有2層鐵噶，當係得1層鐵嘅時候咧，下邊嗰嚿嘢你冇鐵拉住佢咧。有乜事上面一逼成嚿咁，今次就跌咁大嚿嘅喎。如果你係修補完之後嗰個係咁大嚿嘅喎，嗰嚿跌落嚟又真係有人喺度，我唔知點算啦。所以樓下愛麗莎劉生係人係叫劉師傅，你叫劉師傅啦，唔係叫周師傅冇牌啦，係啦，個名得3個字嘅啫，唔係5個字嘅。所以可見啲人幾咁臭串啦，係啦，周師傅冇牌，你強調冇牌係咩意思先？呢個我睇到我好嬲啊，真係。所以樓下點解對你咁冇信心咧？就係你個臨時支撐搞成咁樣啦，咁你仲對你做嘅工程質素都可想而知啦。同埋呢一單已經升級到係1級小型工程嚟㗎啦。我上網睇翻呢個陳校長佢間公司都係得個2仔嘅啫。當升到1級嘅時候，咁你都係陳校長冇牌嘅啫。係啦，我咁樣叫你開唔開心先？做人嘅嘢要厚道啲啊嘛。唔講咁多廢話。總之我哋聽晚嘅直播啦，就會揾咗LGBC 啦，即係 LGBC 即係咩咧？就係叫普通承辦商啦，就係平時嗰啲要入職去等屋宇審批嗰啲工程咧，就係 LGBC 去做噶啦。跟住亦都要揾來1級小型工程嘅承辦商去講下呢一個 1.17 究竟要點做啦。跟住我睇留言區有啲人問，根據我有限嘅知識解答下先啦，就話。點解唔係入 2.17 要入 1.17 咧？ 1.17 同 2.17 嘅分別只係 1.17 係要負責嗰啲新出嚟嘅平板，即係譬如嗰啲窗台啊嗰類嘢先要入1級嘅啫。正常應該入2級先啱㗎。但係你如果係上翻屋宇署個網頁睇咧， 1.17 佢下邊備註咗㗎啦，就係如果你嗰個石屎面啦，即係結構面啦，係損壞得非常嚴重嘅時候咧，就需要用1.1級去處理㗎，就唔可以用2.1級去處理㗎啦。亦都翻返基本點度啦。
如果當日阿陳校長肯真係做好少少嘅，就樓下加翻啲鐵，樓下加好鐵，跟住先至用佢個頂板嘅方法去處理啦。跟住喺樓下加鐵，再做頂板呢段時間，就正正經經入翻個2.17去屋宇署啦。根據佢自己講出嚟嘅消息啦，我諗佢一開頭嗰陣時係連個二級小型工程都冇報到嘅，就諗佢求其挑咗個面，跟住可能挑咗突出嚟嗰啲啦，跟住可能真係學啲網友話齋，擺塊燒烤網，跟住晾幾條鐵，跟住當一浸嗰啲英泥沙又好乜都好啦，可能咁就叫做維修咗噶啦，跟住就剩低嗰啲佢又變咗下邊工程噶啦。我諗好大機會係咁樣，唔係問過所有識做又好，唔識做又好，你冇可能係淨係喺樓上搞得掂，唔需要落樓下嘅，係咪先？總之就我啲冇牌嘅就唔講咁多啦，大家就聽晚8點左右啦，就上嚟睇直播，等啲有牌嘅同你講啦，同埋亦都會揾來愛律沙嘅劉生去親自講解下究竟當日係發生咩事啦，因為可能我嘅隔完一陣再隔一陣聽翻嚟嘅信息會有錯誤啦。總之就大家聽晚睇直播，或者係有啲咩問題，你好疑惑，你喺留言區，因為留言區有成千幾個留言啊，睇都睇唔到啊。你可以到時記錄低啦，就聽晚就即刻去問我哋嗰啲有牌人士去解答你哋嘅疑難啦。好啦，就係咁。工聯會職業再訓練中心而家推出一個電氣報線工基礎證書課程，屬於僱員再培訓局嘅就業掛鈎課程，適合失業待業收入人士報讀。合資格校員不但免學費，出席率達80%可以獲津貼，仲有就業跟進服務。課程內容包括電力法例、平安卡訓練、電學理論同埋實務報線，幫你入行做電氣工程。開課日期係2026年2月9日，訓練期共268小時。上課地點係旺角福康工業大廈120-4室。報名資格要18歲或以上，中3或者中5學歷，通過面試同埋識覺測試。報名地點喺油麻地彌敦道466號欣佳大廈1樓 C 座。記住唔好去錯上課地點報名啊！想查詢或者報名可以打熱線26388012或者23325433，有興趣就盡快報名啦。